总统市长郑文灿涉嫌贪污phòng收押，民众党团总召黃國昌伊就也講，目前同款phòng收押嘅大叔集團前顧問廖俊祥涉嫌訛視鄭文燦，佮找總統府定情一路交辦，加農地為做國家重大經濟建設嘅用地，也毋過府院攏駁回這個指控。也若押出這個備案嘅國民黨桃園市議員，伊是表示，這是遲到7年才到位嘅證據。鄭文燦11暗時被收押，國民黨籍桃園市議員領導回應，這是萬7年證據，無相信真理未轉來。看到鄭文燦被收押，伊感慨萬千。鄭文燦跟我有這個官司，而這個官司當時候就是我們追查鄭文燦的弊案，然後被他告，所以我覺得現在部分的真相揭露，也還我們最大的清白。領導表示，會在一節會議提限，啟動桃園市議會專案小組，徹底清查鄭文燦近來甲土地利益有關係決策。我想這個每個人自己心裡面有猜測，尤其是看高院2次發回我們就應該有所猜測了這個就大家心裡面都很清楚。桃園市長鄭善政表示，會配合機關照合法權責調閱資料，有信心近來公務人員攏奉公守法。在司法偵辦的同時，民眾黨團總召黃國昌提出相關公文指控，目前被羈押的大叔集團前顧問廖俊祥涉嫌訛視鄭文燦了後，隨總統府定情一路交辦予行政經濟部、內政部，要將農地為就國家重大經濟建設。總統府那邊下條子，行政院那時候的秘書長卓榮泰也下條子，這一種從地方到中央一條龍的服務，幫特定的權貴變更地目，這件事情絕對不是鄭文燦一個人就可以獨立完成的。總統府發聲明反駁，指出各界所講的建言，總統府照定書函轉予相關單位是真濟年，無任何不法。佢表示，若任何違法的事情，歡迎提出證據交由司法驗辦。行政也回擊，對看文章講告說無涵局，感覺真不體甲遺憾。華雅案從民國102年當時送到內政部都委會的時候，我查閱了所有的會議記錄，從來沒有同意過，也就是說從來沒有共識過。具體的個案，任何人在這個時候發表評論都是不適當的。檢察官辦案一定是看當時的證據能不能構成這個犯罪，絕對不是任何政治力或什麼可以干預的。民眾黨表示，經過2擺交保、2擺控告，經過破解之下，鄭文燦遭收押並檢。既然已經重啟調查，檢方應該趕緊調查清楚案情。記者綜合報道。